伫发生大水沟路面坍塌现场，市原余驻青甲里长特别邀集市府水利局进行会勘，经过查看该路段排水沟，研判可能是因为年久不堪使用造成坍塌。水利局表示，会将这坍落土石清除，等待这几冬落雨过去，再进行抢修。修复工程预估大约2礼拜就会当完成。下午5点多的时阵，里面反映讲只有一坑，我有坎要来，来的时阵就来看。所以这为安呢，希望大家让注意安全。上重要的是好家在人平安。它的安全性、它的结构性、它的承载度，现在来讲都已经不够了。这个距离之前的设计规划，还有它的设计的时候，它的施工，其实已经距离30-40年了。所以在这一条整条街，应该算是我们新化的一个菜市场，一个人潮密集的一个地点。所以我建议台南市政府，不管是水利局也好，因为它临近旁边的道路，还是公务局也好，应该要来全面来通查我们这整条的安全性。我们今天会先把沟底的那个障碍物全部清干净，然后我这边也只是我们顾问公司礼拜5要把整个修复的图说设计出来，然后交给我们的开口厂商来做修复的动作。市原余驻青嘛建议水利局路面要沿线做安全结构甲升档检查，因为该路段附近还有早市。来往的车辆甲民众是非常的多，而且伫大水沟顶面还有超商以及其他建筑物，因此也希望伫雨季来临进前，会当早一日抢修完工，确保民众甲车辆的安全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